看看有什么东西找了。耶，这里发现这个青蟹鹅，是不？好像啊，在想这里卧沙、抓沙，耶，到了。咦，这里发现这个挺大的青蟹，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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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挺厉害的。在这里吹水，吹水，算了。哇，接下来站到是一个大螃蟹，是一个大青蟹。